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产卵，产卵在常温下呢有个3天左右，它就可以从产卵里边孵出这个小蚕。因为小蚕它全身长毛像蚂蚁，因此叫蚕蚁。因为蚕蚁它这个刚出生比较小，所以的话在投食的过程之中要给它把这个桑叶给它剪碎，它才更方便的来吃。现在就是把这些蚕蚁，把这些小蚕，给它放在这个簸箕里边，投上桑叶。现在是在切桑条，把桑叶给它切碎。差不多有7天左右就要给这个小蚕安家。安心家，这个大家所看到白色的这一张绿纸，它的作用就是相当于它可以把蚕和砼砂进行一个分离。每天的话，蚕基本上喂3次，早晨1次，中午1次和晚上1次。因为晚上相对等的时间会长一些，所以的话在投这个桑叶的时候要投的更多一些。投完这个桑叶以后呢，要尽量找个东西给它盖住，因为这个桑叶在空气中它很快就会变干，变干以后的话，这些蚕它就没办法来吃了。相当于把采摘回来的桑叶要进行放凉，放凉以后，撒上石灰粉，要每一次这个小蚕它生长1周左右，就会撒上这个石灰来消毒。同时呢，铺上一层绿纸，然后在上面放上新的这个桑叶，然后这个小蚕呢就会通过绿纸的这个绿孔，然后从下面爬到上面来吃桑叶，因此可以实现就蚕沙和这个废叶子进行分离。残留的这个桑叶和蚕沙给它处理掉。再过7天左右，用同样的方法，然后可以把蚕宝宝和这个蚕沙进行一个分离。从蚕蛹里面出来到结茧，需要经历2个阶段。每次喂完叶子以后，要对周边的环境进行一个消毒，同时呢，要把窗户打开进行通风。当蚕到3龄以后，它的个头就比较大了，就需要给它更大的空间，所以就需要搬家。蚕它一生的话会经历5个年龄阶段，蜕4次皮。它每次蜕皮以后呢，就相当于长了1岁，而它每1岁期间的周期大概是6、7天左右。
现在看到的就是武陵蚕，黑色的就是蚕沙，也就是蚕粪。这个蚕粪呢，它具有这种清肝明目的效果。在很多地方的话，蚕沙它经过消毒、烘干以后呢，它专门用来泡茶喝。每次它蜕皮的时候，以后它的身体就会变大。当这个蚕进入武陵以后，它这个身体就会变得有点透明，有点透亮。其实在这个时候的话，也会去给它打一些这种催生素，就是说因为打了催生素以后呢，相当于就是发育比较慢一点的这个蚕宝宝，它也可以快速的相当于进入这个做茧的这个阶段。这个养蚕的蚕农，他都会用这种木型木方盒给它这个，他们选择一个合适的位置以后，他们就会自己建房子，也是很奇妙。就是它这个每一只蚕，它吐出来的丝，它从做茧到完成以后，它基本都是一根丝，而这根丝的话，基本上能达到1300米或者1500米。就进入了疯狂的进食。做茧的时候，他会把体内的这种杂质排完以后，他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然后开始做茧。因为做茧的话，他要找一个表面相对来说粗糙一点的，能够挂住这个蚕丝的这个位置，所以的话，蚕农一般都是用那个方格子的纸条，然后来给它，让他们每一只呢都会选择一个自己的位置，然后做成自己的小房子。老挝这边的话，自然条件比较好，污染比较小，同时呢天气比较热，因此在老挝这边养蚕的话，它这个养殖的这个周期就比较长，它可以从每年的3月份开始到12月，可以就是养10个月的蚕。而中国很多地方的话，因为气候的原因，这个只能养6个月到7个月。每一只蚕，它做成这个蚕茧以后，
它就有2种可能性，一种呢就是让它自然的发展变成蚕蛹，然后产卵；还有一种就是做成蚕丝，然后织布或者说做棉被。做成蚕茧以后，差不多就是2个星期，如果说不及时的处理，那它就会变成这个蚕蛾。母蛾肚子比较大，因为它肚子里边有卵，然后公蛾的话，它肚子比较小。因为蛾它在整个进化过程之中，相当于它出生以后就再没办法进食，它所有的能量都是它蚕那个阶段的时候储备的一些能量。那生完这个蚕卵以后，它就死去了。然后蚕茧在加工的时候，这里要加一些碱，然后再把这个挑好的这个蚕茧倒在里边煮，然后让它变松变大，这样的话才更容易的把这个蚕丝给它拉出来。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机器操作了，这个用手工这样操作的不多。蚕丝经过加工以后，就把它晒干，晒干以后呢，那就可以织布，也可以做被子。现在的话是在网络小工，他要把这个蚕丝给它拉长，拉长以后，再根据做被子的大小，然后把它剪断。根据这个客户需要的这个尺寸，然后把它做成被子，然后再进行包装。这样的一个视频以后，我们知道了，就是说蚕的一生它是怎么生长的一个过程。